2年级过去。哎，谢谢。跟老师讲祝福的话。来，你们来跟老师讲一下，那个你们里面写的哈，每个人都有签名。来，这里，念这个叫。我会哭，快点。来，快点。老师就是要让他那个。来，你听听看看。来，一起讲。来，颁奖给。菊花老师，亲一下。好，我们谢谢2年甲班。3年级。好，接下来换我们的3年甲班的小朋友。怎么没有举起？这个叫提醒派啊。谢爸爸。你在我生命中太多的感动，你是我的天使，一路引我，陪你唱着歌。我要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世界。谢谢你，因为有你。好，接下来换我们4年甲班的小朋友。我有帮你准备，有需要，人都是有感情。我们有4年甲班有没有话要和我们的菊花老师说？老师毕业快乐！毕业快乐！毕业快乐！谢谢，恭喜菊花老师毕业快乐！谢谢。你是我接下来换我们的因为有课程汉要背哦。珊珊柯晨汉，自己出力了。好，大声的念。我要说谢谢你，因为有你。那个雨辰，这个念雨辰，加油！菊花老师，我的菊花快乐。感谢你继续的教导我，你富有爱心耐心，祝福你岁数快乐，青春有值。你应该喜乐，感恩您的5年甲班全班印象13664。哇，谢谢。这一班我要特别跟他们照相。来照相，是特别怎么照相哦？我要复谈啊，在那个班导的时候也是刚好在他们这一班哈，他们都很棒，祝福你们哈，越来越好。好了，我们一起照相，搭我的肩。让雨辰插空虚那个还对，雨辰在旁边，好。老师跑去找，所以我们代表那个雾台校区哈，我们特地去挑了一个 LV 的，哎，一定要背起来，一定要背起来，对。那这么说了，我一定要好好重庆。
这个可以荷包装的满满的，然后可以游山玩水，耶！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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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赵阳老师，我跟赵阳主任是很好的默契哦，他那个我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那表示老师很有怎么样？魅力，很有魅力哦。赵阳主任其实很棒啊，尤其是那个在教小朋友射箭，希望你们好好加油啊！我再次的呢说声谢谢。看不出来我65岁，最大的原因是来自于孩子们，你们每天都让我开开心心的。虽然有时候你们会让我愁眉，但是呢，你们都很棒。要相信自己尤其是我要特别在这里讲那个雨辰，其实你很好你不要怕要你的学习要跟着你的长高越来越好。那不知道要讲什么呢，我脑子空空的满满的就是对你们的舍不得跟对你们的爱。我会几乎都会在神山有空你们可以来你们到农地也可以找我我会陪你们晒太阳虽然我退休了，可能还是会经常来找你们因为我也要笑容。那个浩庭老师大概长大了那个微笑只给女朋友，没有再给妈妈。所以我会找你们我这一次也谢谢我们的同仁我知道我很多不足也谢谢你们的包容因为老人家很奇怪很多东西会东望西望但是呢，很谢谢你们的包容一路来我的希望我要你们帮忙，你们都全力以赴的都在帮忙因为我们的团队真的是能够继续下去像这样这个感情这么好也谢谢那个我调到雾台国小，我最开心就是碰到很棒的校长。为什么我说他很棒？我不是在巴结他，或是我在怎么样因为他是一个很放手的一个校长，他从来他的双眼没有一直盯着我们，让我们很自由自在的尽情发挥自己的所长。所以我特别在这里谢谢他谢谢梁校长，我也谢谢2位美女主任。这个他们让我学习到那种，我第一次碰到没有脾气的人，真的。我是有脾气就发的人，但是他们2个真的，我也没有听过他们讲，这个工作那么简单，为什么他们不会这个怎么样呢？没有，我从来没有听过他们唠叨。真的我很欣赏，我也很羡慕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先生碰到这么脾气这么好，然后容忍性这么好的一个妻子妈妈再次我也谢谢那个金融主任我来这里真正学到什么叫坚持一件事情要做好，小朋友真的要坚持。我在那个我们的毕业典礼那天，我就讲得很清楚，真的要学习，让自己赢过昨天的自己。你一定要设法赢过你昨天的自己。我也再一次谢谢我的儿子这一路上
的相伴，将近3年的时间，谢谢你我的唠叨你从来不会超过5分钟的那个回应的脾气，真的浩体脾气很好，所以他会身材那么壮，因为他的气不会超过5分钟，所以我们感恩上帝把这个产业赐给我最后我再一次说声谢谢大家，愿神祝福大家平安快乐，谢谢。小朋友讲，杜老师要常常回来，预备起。杜老师要常常回来。好，谢谢，要常常回来哟。